西啊？我才不呢！王婶对我可好了。还有，哎，春花妹妹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快吃饭去，吃饱了跟阿婆睡啊。不，我要跟阿妈睡。乖孩子，妈给你做了好吃的，你到房里吃去，千万别给阿公阿婆看见啊！妈给你热气。呀，鸡汤，真香。阿婆，鸡腿吃。哎呀，鸡腿，一个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是阿妈送给账房先生吃的。一个，来了。姥姥，啊，妈妈，你可曾看见？看见什么？那张氏媳妇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每日三餐给你我二老吃的是残羹剩饭。你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儿子又出门在外，只好将就些吧。可他每日给账房先生送饭，不是酒肉就是鸡汤，我看目其中有故意。老汉何尝不看在眼里，只是么家丑不可还呀。等我儿经商回来，我叫他一纸休书。只是短乎的使不得，为何使不得？好过糊涂的妈妈呀！我薛家三代单传留一线，今生家一孤儿，结局相见，休戚不顺时不啊，谁人让我看？叫我儿领去书摘去见。不错，常言道，各成孤僻，各从恶善。你可知这世间最毒是后娘的心肝。如此说来，休不得。休不得，你我二老只好睁一眼闭一眼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。话虽如此，只怕是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万一闹出笑话来，你我未曾饿死，就气也气死了。两个老不死的，吃饱了饭撑得慌啦，背地里乱嚼舌根，嗡
什么饿死、气死？我问你，谁饿了你啦？谁又气了你啦？说呀，说！他媳妇，我二老在此无事闲聊，并未议论于你呀。哼，没议论我。做长辈的要有个长辈的样子，闲事少管，无事早归，别这也看不惯，那也不顺眼。告诉你，现在可是我当家，心里头放明白点。是，那还不早点睡去？是。好啊，一碗鸡汤剩不到一半，千平世界家里倒出了贼了。是谁偷吃了鸡汤？说呀，说！媳妇，我们未曾偷吃鸡汤啊。这个鸡汤是小孙的他，哼，一个小孩家吃得下那么多，想骗我？来，我看看。没你的事，滚下去！你，哈哈，这是什么？说呀，这说呀你这是方才小孙的他不小心泼在老身衣上，你还嘴硬，我呸！哎，阿婆，阿婆，跪下！阿妈，你，我，哎呦，住手！你怎么回来啦？我才进家门，就见你吵吵闹闹，是何道理？这不是阿妈要打，哎呦！哦，是了，定是毒打婆母。向我外出经商之前，是怎样嘱咐于你？这勤劳之友，须尽力瞻仰。你竟愚痴无礼，婆母年老多病，正经你下此毒手，于此刁妇留你何用？你大白天活见鬼啦！啊！你看见我打他啦？刚才我分明看见。看见个屁！刚才是这小淘气鬼在阿婆面前撒娇，不小心将他碰倒。我正要教训你这宝贝儿子，不想你进得家来，瞎了眼没看清，望口白舌，我毒打婆母，你真是就此理！难道我冤枉了你不成？冤不冤枉，你自己问他吧。母亲，这阿婆，说，儿啊，这都是为娘自己不当心，失足跌倒，我要休怪媳妇了。可不是嘛！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啊？想你一走半年，上有老人，下有幼子，一堆子家务累得我是团团转。你回得家来没有半句好话，反而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你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分？都怪我前世作孽，家道血门，守活寡还不算，还要受你这窝囊气，我冤枉！气上我也，母亲。儿啊，
这都是为娘命苦。旅途劳累，你还是早些安歇吧。母亲。时常不让阿公吃饭，你受他骗了，难怪人家说你是棉花耳朵，菩萨心肠。天色已晚，快歇息去吧。那你呢？哦，你也要去结账。结账？阿妈每天晚上都要和账房先生结账。快睡去吧。不。我偷吃了鸡汤，阿妈一定会打我。我不如到隔壁跟王婶睡去，好吗？哪个王婶？阿爹，你不知道吗？就是王春娘婶婶，她死了丈夫，搬回娘家来了。王春娘，她回来了哎，三妹，实在是苦了三妹你呀！想你寡居三载，身边没个男人照顾，母女俩孤苦伶仃，常住娘家终非了举呀！实乃小妹命苦。三妹，常言说船到滩头水路开，你才28岁，正当青春，来日方长么？义兄之间，还是改嫁才是啊！三妹，娘家虽好，终非久恋之地呀。送君心如焚，满腔盔甲方故人。春娘，
怎么了？翠花，这就是你隔壁的谢叔叔，快上前见过我。哎，见过水叔叔。罢了，几年不见，想不到您啊已经长得这般高大了。薛大哥，请坐。高坐。翠花，看茶。哎，薛大哥上午还忙，难得有空来寒舍小坐。惭愧呀，惭愧！只因疏风云之间，才来探望于你。啊，人生如梦，30日成父。想不到你丈夫年轻力壮，竟然死于伤寒。提起往事，途中悲伤，不提也罢。薛叔叔，请用茶。多谢了。春娘，你母女日子过得可好？房子刺绣，聊以糊口而已。薛大哥，张氏贤少可好？不提那贱人倒还罢了，提起他么，我是牙子吃黄连，有苦口难言呐。却是为何？你乃街坊邻里，此事岂能瞒你？那贱人好吃懒做，忤逆国翁，谁人不知？都怪我错聪莫名，去此刁妇。张嫂乃名门闺秀，怎会如此？这几天据我查知，她与那张房先生暗中做出不明不白之事。哎呀，只说乌龟没耳朵，这事儿怎么被他给知道了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刘大好，耳闻是虚，你休妄听旁人遮掩呐！哼，待我返回回来，定不与他善罢甘休。薛大哥。春年
然于此，薛开贤就此败笔。只是我有一事相托，此番出门，这勤劳之忧，我时时放心不下呀。薛大哥，你家若有难事，春娘当代为照应就是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薛大哥，一路珍重。春娘保重。哎呦喂！张氏昨日来通报，奸情败露，真糟糕来，真糟糕！知道是暗中往来无人晓，谁料想包子难以把火包，把火包。到如今饭碗砸掉了，怕只怕要吃官司，坐监牢来，坐监牢。我问你，店里可曾收拾好？路上可有人碰到？货物廉价，早卖掉，银两现款卷一包。珠玉首饰都戴好，远走高飞，快踏！妈妈，哎呦，宝贝儿子，怎么睡着了？妈又起来妈，我了。怕你不要去结账。哎呀，你乖啊！阿妈，你带那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哎呀，我要去你姥姥家。哦，去姥姥家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能去，这个路上啊有老虎。有老虎，你不怕，我也不怕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乖孩子，老虎不吃大人，专吃小孩。不，我要去。哎，乖孩子，妈明天给你买糖吃啊，快睡睡。不要糖，我要去。妈妈，我。乖乖，明天给你买糖吃啊，快睡睡。阿妈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不要糖，我要去。阿妈，我要去。阿妈，哎呦！阿妈，阿妈真狠心，男人的鞋。看见人丧年迟，天也私奔，岂得梦破公心，病魔缠身。生一道天堂地，家财当尽。
马看出声，在主你们啊！伯母身体好些了么？服了你的汤药之后，这2天我的心痛已减轻多了。适才我路过街坊，吃了2帖中药在此，待我熬来与伯母服用。枉为你了。不妨事。忙将凶血信报与薛家之，